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7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有一贯道信众去到中国说谎指控，讲引用旅游的名义要来发展这一贯道组织，和中国扣押落来。在新北市一个国中3年的学生和共校的查甫学生拿刀挂颔棍，不过在昨暗呢宣布救袂回来啊。讲到最近集团出民众去到中国说谎留伫咧海关的情形，最近有一贯道信众去到中国说谎指控，讲因用旅游的名义要来发展这一贯道的组织，和中国扣留落来，问话是问几落天。刘伟辉表示讲，进前有民众早数日的宣传册入境，互掠起来怪的案例，中国拢无伫咧注重人权，也建议民众若准无必要，较莫去中国。以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一贯道传播全球80个国家，伫中国也真侪信众。不过最近却是传出有台湾人入境中国，互指控以旅游为名散布并且发展一贯道组织，互中共扣留并且询问罪工。一贯道总会正式开始有信众踏到中共红线，早具有中国文字的册互海关敲掉，这点要特别注意。危险一定是危险，但是我们是以传统文化做基础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在总会一直在不断的开课，就是让大家要知道大陆的危险性在哪里，它可行性在哪里。台湾地指出，进前有信众早真侪本的警察入境，就互关押入罪，以及组织利用回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也提醒信众伫中国一杯嘛要特别注意。姚伟辉讲，进前有早数十宣传册入境互关押的案例，建议民众无必要莫去中国。学者是指出，习近平第3任期以来打压宗教自由，所来之的愈来愈紧缩。不单只是会宗教的一个团体，也不单会只是学者，也不单只是一般的企业，恐怕就连到中国进行旅游观光，都有可能会面临会被骚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我们一贯支持正常的两岸宗教交流。对着国台办讲话，刘伟辉指出，中共当局一向无咧管人权的保障，民众近年来到大陆做各项交流，拢有人身自由甲安全受到侵害案例发生，提醒民众到中国进行该认知中共集权统治的体制，并且细心评估可能风险。若确实有到中国必要，先到刘伟辉系统登录，以便第一时间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总统大选的消息。国民党侯友宜登去故乡家己拼南部选票，另外也针对着开选案的争议，侯友宜表示，若准有摕非法的钱，这总统一定不爱选。也那民众党郭文德伫咧网络节目顶头强调，台湾爱换新，脱离哪力。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是伫咧党内中常会表示，明年1月初3会伫咧全国817个路口发起全国总动员。选战最后拼着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立即登家乡家己拜票。最近开选完争议正做选举公共焦点。对此，侯友宜的家后任美玲透过公开批表示，规个代志是合法继承，依法出租纳税。咱2026年6月甲厂商租约到期，会将规栋大楼改造青年房舍出租，也是改造社会主体。一世人清清白白，我早有讲过，侯友宜一世人。人摕一家人是非法来源的一家人。你听好，我听好直接讲，我总统系无选。侯友宜强调，土地是太太结婚前继承来，也因为烦恼担任刑警的侯友宜随时出任务，一去无转来。丈母为着照顾查某囝甲查某孙家幸健，另外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就网络节目接受专访的时候话出，脱离哪条龙头，台湾需要脱胎换骨。2024对台湾是个选择，你要回到你过去那一套嘛，从核电到中国问题嘛，就是很诚实的去面对问题。你只要敢面对问题，我跟你讲，80%的会解决掉。民众党最近启动6节模式，陆续举办大型造势活动，有关选情。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是个前进华党副选家仔，也表示伊才是唯一了解城乡差距副总统候选人。唯一曾经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服务，可以从台北以外的角度来看台湾，来理解我们城乡的差距，跟台北以外的角度的副总统候选人职务。
最后冲刺阶段赖清德也下达2个任务：1月13启动全国站817个路口，各地线顶串联也标记打卡上团，展现团结气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情形是真严重，伫咧家己有一名姓林的小姐，讲家己是立委洪仲君的特助，互指控讲带团去到中国旅游接受招待，今年也互收押禁见。另外，台北也警方抓到台湾人和中国制毒署合作，做这假身份证来买人，一部分已经走到市面上，烦恼讲会影响到这届选举。因为伫咧台东呢，也有一个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互人检举，讲伊的宣传品超过30块的价值，检调加载起也去到伊竞选总部抄。检调忽然间来啊，甲规间厝拢变过来，安尼敲吹，大门关起来要防出入，现场爆发冲突。昨个冲突真激烈，宣传品落甲规涂骹。检方27号行动去甲台东县无党籍立委候选人柯水贵的竞选总部敲吹，伊疑似洪检举讲伊的宣传品价值超过30块，嘛是台东第一件疑似涉嫌贿选的案件。2块钱的面子，2-3块的面子，就这样而已。唉，我所有竞选团队都没有，竟然被选举贿选。选战剩无几天，除了继续查贿选，台北市的警察嘛查到姓何的查甫人涉嫌和对方的制毒师来斗空，联手来做假证件，因为已经流入市民，警方烦恼讲恐惊会扰乱选举。以每张1万多块钱，透过店到店的方式交给了每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追查留下，以净化选前治安。用指纹线顶来检测，才会当分真的也是假的。红插扣的半成品名和身份证号拢对得到。警方烦恼讲有心人士是假人的名来投票，因为选务人员敢若会核对证号和名册，选举不法的教唆800种，中国介选嘛无得停。在台中咧唱歌跳舞，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家己讲伊是国民党立委洪仲君的特助，家己地检署是接到证据，伊涉嫌接受中国某咪代办的资助，用两化参访交流的名义，带村里长到中国接受落地的招待，互新了27成押禁见准啊。要求说，那个参加的团员啊，我一定的那个投票权的行使啊，确实接受这样的指示的话，那其实也是会涉及到相关的那个。选罢法。那在所有办案件里面境外势力的介选是难度最高的，因为什么资料都没有，资讯流没有，金流没有，我们检察官等于是个瞎眼在办案。选举日是愈来愈近，境外势力介选这案件一直出来，统计到12月17，已经有93件，涉案的有满200个人。检察总长嘛承认讲，其实这种案件对检方来讲嘛是新的领域，要侦办嘛是一个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一间学校，国中3年的学生伫2、5迄天呢，互同间学校细过查甫同学夹刀攻击，挂着伊的颔棍，送病院抢救，毋过昨暗宣布讲救袂回来啊。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验尸了后，初步确认这死者身躯顶10个所在有刀仔造成伤痕，专案无排除向杀人罪或者是伤害致死罪来侦办。都是上课时间，学生陆续到学校。新北市这间校园2、5迄天爆发挂阿妈棍案，一名国中3年的学生，和同校的学生也警察刀攻击型砍甲阿妈棍，经过抢救，犹原宣告死亡。我们经过证实呢，学生已经在昨天晚上辞世。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感到非常的遗憾跟痛心。那接下来教育局跟学校会全力来提供家长有关于法律跟家庭支持的各项协助。细过查甫学生，亲像要为女同学出去，举刀攻击15岁查甫学生，造成伊大量失血，也失去生命现象。伫总体也克无救治，恢复喘气心跳，也毋过经过2天急救，最后死亡，失去少年生命。新北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指派心理师等人驻校追踪辅导，也毋过即马搁较表出受伤的毋哪一个。没有这样的状况了。我们讲的那个网络讯息从哪里来？我们看到网络讯息，我们就去再做求证，都没有这样的事嘞。案件一直拖烧，网络阁传出，代志发生迄当时，有一名女同学遭击倒3工，手也受伤，因为学校澄清只有1个人受伤。查甫学生过身了后，新北地检署指派检察官上验，初步确认死者身上有10个所在刀伤，分布伫阿妈棍胸砍甲脚趾片。我们只有处理相验少年刑事案件，要等到法院审查重罪的话，他就会移给检察官侦查。
涉嫌动手的4岁查某学生已经封裁定收容，专案无排除转由杀人还是伤害致死罪嫌侦办。不过检方表示，相关案件调查也伫少年法庭，只要法院裁定以上，检方就会介入后手的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国中3年的学生和8班的查甫同学用刀挂颔棍，无落尾不幸死亡案例。教育团体也呼吁讲，政府就要去检视一寡有高风险的少年囡仔，这辅导机制敢是有不足的所在，也有现有的教师辅导管教学生办法，伫执行上敢有困难，也就要看重这家庭教育和家长的管教责任。教育部表示讲，会检讨，也会落实保护校园学生安全的机制。新北国3学生伫校校内底互挂着脑死去，离加害者把因案收容，则对少年关护所出来，转来到学校。国高民讲，政府应该来检视有问题少年的辅导机制成效无好的问题，也若主管机关更加应该提供资源，落实有问题少年中介教育。伫辅导确实发挥功效了后，经过评估了后，才转来学校，才袂互相关攻击学生的事件再来发生。实际上，少管所它就是把你关在一个看守所一样的一个里面，把它关起来。它是用隔离的方式，时间短1个月，长3个月，这样，这中间没有听到任何辅导、照顾这些的过程，也没有沟通协调的过程。教育团体认为，近年来学生校校攻击的事件有增加情形。对教育第一线来看，现行的教师辅导管教学生办法执行上出现未少困难，常常让老师唔知要怎管教，甚至互投诉。另外，真侪问题学生往往甲家庭的环境也有真大的关系。建议若是要修法，嘛要互家长嘛要负起这个管教义务，也有法则。在辅导管教办法里面，并没有相关的强制家长一些带回的责任。目前来讲，其实是没有法则啦。愿意配合的是 OK， 但是有些没有办法配合的，这个就会造成一些困扰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长期帮助读册读到一半，不过读的这少年学生的 NGO 团体认为，这少年往往来自适龄的家庭，对学校生活难以适应，学校也欠缺强制力，政府确实有必要投入经济资源来改善条例。教育体系、社政体系，甚至司法体系一起来思考这一块需要的环境，对比较少数人哈，然后比较个别的需要去开他特别为他有用的课程，探索很多他未来可能性的课程。那还要去避免他有太多在社区或家庭环境里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对着各方建议，教育部强调会检讨现行中介教育了后的辅导评估机制，也会尽速了解学校安全检查限制，甲地方教育单位研商，落实保护学校学生安全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今年10月伫10天内敲交通电话去到市民专线，讲有人要行地路，说是伫遐乱讲白贼话，就要去互警方依照违反社违法移送法办。不过法官认为讲，这1999服务人员无亲像警消有权利受理报案，所以无符合处罚要件，判这个查甫人唔免罚。今年6月，高雄小港这个查甫人2天是连续卡11是卡到15通，互警方照社会特殊违法移送，同款是假报案。今年10月初7到16，前经过某一个适龄的查甫人，小连续卡9通电话去1999的市民专线，假讲有人想要开要自尽，仿照社会法的故意向公务员假报灾害上班，但法官却判免罚。纵使之后经由1999专线人员的转知，通报了110，但是仍然难以认定是直接向受理救灾的公务员谎报灾害。长时间的战线，其实就减少了其他的民众对公共服务这个进线反应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不可取的。法官认为讲，1999的客服人员，毋是警察、消防这种有权限去受理灾害报案，也是救灾机关的公务员，加上都应当是无经过专业判断，无法度确认就是适龄的查甫人的声，才裁定免罚。我觉得应该要罚因为那个政府给人民的资源才不会被滥用。如果很多事情都是非常用宽容的方式去包容，都不要罚，那这越来越多就是可能恶作剧啊，那真的会耽误到一些真的紧急的事件。高雄的市民专线对开始办甲单已经15天，24点钟服务嘛，都无收钱，主要是受理民众的真情，这是反映讲路袂白、电火袂光这民生问题。民众透过电话就会当得到下局处的服务，和119也是110这种报案的电话性质无同，对着假报案伫司法的结果嘛无同。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人家特别高啊！这中央气象署表示，台湾本岛平地上界晚的日头落山是伫咧台南七股，时间是12月31下晡5点24分49秒。也若2024年出日头上界早的地点是伫咧台东南市的东清，时间是早起6点32分32秒。不过，这下年元旦这2天呢，台湾又有冷空气到位，这强度是接近大陆冷气团，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有想要看今年最后一摆日头落山无？气象署公布，跨年迄天日落时间甲地点，屏东小琉球落日亭日落时间是下晡5点24分42秒，台南七股海堤是下晡5点24分49秒，也是本岛平地上班日落所在。也毋过新北淡水渔林码头、桃园考树港湿地甲台中高美湿地，因为风位的关系，受陆地天空线影响，较无都看到日头落伫海面上。淡水渔人码头，还有台中市高美湿地受到陆地天际线的影响，所以比较难看到日落海平面这样的现象。有民众想要看到新年头一道日头光，上早日头出来所在是台东南市，东清的早是6点32分32秒，屏东龙溪生态保护区爱6点35分02秒才看得到。花莲七星潭甲新北三角角灯塔日出时间是6点36分。不过无论是要看日头落山，还是日头晒，气象署提醒，跨年嘛甲元旦受到强度，即要到大陆冷气团的冷空气接近，气温会再来下降。31号到1号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哦，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跨年夜出去的时候，天气上来讲逐渐的好转，但是温度上来讲是比较低的哦。跨年除了前后小嘛，闪开塞车的路段，公路局讲，大高线、苏花路龙甲南回公路拢开塞车，第一线水底寮到红港上翻车真多。另外，第61线红皮到香山总共赛路段车也袂少。像疏运的路段，像台61线、台9线、省道跟国道相交的一些交流道的地区，以及风景区的路段，都是比较容易拥塞的一个路段。公路局提醒，元旦连假出佚佗的民众，若无想要离塞车，上好闪开开塞车的路段，甲这时间才法度好算。记者综合报道。台南逐年的寒天拢有上万只乌杜鸟飞来到这过冬。最近有民众伫咧台南的北门翕到上万只乌杜鸟，这场面是真壮观。上万只乌杜鸟要暗暝的时阵，搭着水面飞来飞去耍水，整齐阵型就亲像军队同款。民众红友就将珍贵的画面翕落来。台南近期乌杜鸟数量大爆发，北门内海最近一到尾暗暝，都有真侪鸟友甲民众来欣赏这个壮观的画面。很不可思议啊！从来没有看过说那么多的鸟，就很精彩、很壮观呐。很久以前就开始到这边来了，所以可能他们也都知道这个点是可以栖息、是可以觅食，然后又可以度冬，对他们讲可能符合他们的需要。因为这边也都没有什么污染了。乌杜鸟每年10月到11月左右会来到台南北门嘉义布袋沿海渡冬。有鸟友观察，北门这2冬乌杜鸟来访的整体数量减少真侪。红友志表示，以往到年底，北门的乌杜鸟就会渐渐离开，想袂到今年底颠倒变侪。我们之前的观察是在12月中以后，应该是慢慢的就减少，甚至没有了。可是呢，最近这几天，经由几位好友的通知说，井仔角的黑腹雁好像很多了啊！于是我前几天有去观察，真的是非常多。根据鸟友甲台南农业局观察，乌杜鸟会伫尾暗规定做伙飞来飞去，除了是要训练鸟仔飞行以外，嘛有共同警戒天敌避免互掠去的效果。欣赏乌杜鸟的时机就要结束，管理处甲鸟友提醒，想要把握最后机会的游客欣赏的时阵，千万唔通惊动鸟仔。记者台南报道。野生动物自由自在，不过伫咧台中的这个和平区，这商务林道边仔的林地，昨中昼有民众发现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咧陷阱遐，通报了后有出动24个人去甲解救。今仔早起呢，已经甲这只乌熊载去野生动物急救站治疗了。台湾乌熊头前正脚互锁拔掉咧，伫山坡顶头走来走去。台中市和平区商务部落居民26中昼去商务林道边仔的林地找水源的时，发现受困的乌熊。随通报农业部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区民代表罗正玉表示，这个陷阱敢若是人咧讲的山低调，有可能是因为气温降低，乌熊走来到海拔较低的所在找食物。
他们民众冬天比较干旱呐，然后他们就去找那个新的水源头啊，然后去发现有那个黑熊中陷阱，然后他们不敢靠近。它那个是山猪夹，就是有弹簧的，弹簧夹一踩到，它会马上绳子紧缩，那个钢索会紧缩，夹住手脚。联合署接到通报，水甲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属伊组24个人的救援团队，伫20日暗时10:40分行到海拔差不多1690公尺的受困现场，发现体重大约72公斤的成年熊猫，头前只脚互锁啊拔掉咧，脚敢若有突然甲正起来的情形，完成初步检伤甲清理空碎了后，随用人搬的方式改送落山救治。是一只有生产经验的成年母熊。右前肢因受困套索有肿胀及疑似脱臼情的现象，后续将视情形进行必要之医疗处置。因为当地地形坎坷，暗时阁看无啥有救援过程真了时间，27早起7点才甲乌熊送去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野生动物急救站。林业署强调，后续会看情形为乌熊进行必要的医疗处置，评估好完全了后会赶紧归还野放。也若山低调监视非法设置，已经专案移请保七总队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以后冲突到今已经是第11个礼拜了。这战争除了集中在加沙走廊以外，附近国家也开始牵连入去。以色列国防部长利拉表示，这以色列目前遭受7个地区对因的攻击，其中也包含支持巴勒斯坦的也门。也若这也门的反恐军青年运动，利拉搁再攻击一只经过红海货轮。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入第11礼拜，随牵涉国家扩大，中东紧张的局势也得咧清悬。以色列国防部长利拉指出，以色列正下列多线战争，同时主要来自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伊拉克、也门甲伊朗这7个地区的攻击，并且暗示可能会对整个中东地区来展开一个军事行动。הגזרות האלה, ואני אומר כאן בצורה המפורשת ביותר, כל מי שפועל נגדנו הוא מטרה פוטנציאלית, אין חסינות לאף אחד. 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10月7日爆发了后，伊朗伫中东各地扶持的武装团体，拢来攻击以色列甲英美盟军的区域军事目标，内底包含伊朗支持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继续对经过红海甲以色列有关的货轮发动攻击，引发这个红海危机，牵动全球物价起价，更加互加沙危机有搁再支持区域冲突。青年运动利拉搁再攻击一只地中海航空公司 MSC 旗下货轮，甲财务人员伤亡。青年运动也讲攻击以色列的南部城市盖拉迪，也若美军甲伊国军方利拉也讲，加侪只来自也门的无人机拍落来。以色列军队更加指控这是来自伊朗的恐怖主义。גם במחנות המרכז. 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התאים את הפעולה, השיטה והרכב הכוחות בהתאם לצורך המבצעי. 以色列政府一再强调，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至少要几个月时间。美国资深官员利拉会见伊国总理纳坦雅胡亲信，讨论好以下冲突进入新的阶段，更加精准打击更加有价值的哈马斯目标，来降低民众死伤，并且增加人道援助。CNN 分析指出，北京烦恼一旦冲突继续向外扩大，和美军也耿耿入去，甚至造成死伤，会对美国总统拜登明年11月大选连任非常不利。公视新闻今晚请编译。俄乌战争目前是还未停，乌克兰空军拜日用飞弹攻击克里米亚一个港口，毁掉罗西亚军队一只大型的登陆舰。因为这罗西亚是有承认讲因的军舰受损，而且有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但是这罗西亚是宣布讲，伫咧乌东的战术有重大进展，讲已经完全掌控顿涅茨克附近一个城镇。不过这乌克兰是否认这款的讲法。半暝中，克里米亚南部港口费奥多西亚突然庆祝大会，佮传出真大的爆炸声，民众惊甲迄落过面的同时也赶紧找所在避。乌克兰空军立来发动攻势，飞弹击着停伫奥费多西亚港口的俄军乌海舰队登陆舰辛切尔卡斯克号。有报道指出，这只登陆舰是用来载运伊朗的无人机。俄国国防部罕见证实，确实有一只大型登陆舰防攻击飞损造成1死2伤，迄当时爆炸飞。连附近建筑的玻璃窗也震碎。
也毋过，到伫前一天，吴军讲已经完全掌控位伫顿内刺客西南方5公里的马林卡镇。根据俄国公布的画面，这礼拜有9万人大的城镇目前已经是废墟，被输几成。俄国总统普京听出国防部长相关干部的是，俄罗这是一场重要胜利。Взломав этот укрепрайон, наши войска получ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ходить на более широкий оперативный простор. 也毋过，乌克兰军方发言人驳斥俄国的讲法，表示俄军犹原伫马林卡镇的边界混战。Наші війська ще знаходяться у північній його частині. Наші війська підготували оборонний рубіж поза цим населеним пунктом, але я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що цього населеного пункту вже не існує. 俄俄战争到打拍22个月，无前战况无输赢。分析指出，俄军若真正摕到马林卡镇，会是俄国自5月夺下巴赫姆特了后的上大突破。另外，俄军自6月以来展开新一波反攻，想要夺回巴赫姆特，也毋过照顾俄军强烈抵抗，进展真有限。乌克兰除了继续争取西方军援，国会也伫2月公布一项法律草案，建议将下当方动员执行战斗勤务的年纪为27岁下修到25岁，希望征兵扩充战力。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译。新北市长高虹安伊身躯顶有诬告案件，也有立委助理费食钱官司，这2案台北地方法院今日拢开庭审理。高虹安早起先去出庭教授陈时训指控论文抄袭的官司，下晡有出庭涉嫌食钱助理费案件，包括已经认罪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慧文、前办公室主任陈焕武、前法务助理陈玉凯3个人拢互传出庭，也若受人质疑的，也有新北市公测会要求员工请假爱去法庭旁听，高虹安是强调讲，这员工拢是自发性报名，无下令爱引起。新北市长高虹安官司纏身，同时有诬告案甲涉贪立委助理费46万，2案拢第2次开庭。高虹安早起出庭诬告案，对女被教授陈时训指控论文抄袭。经过2点钟法庭审问，双方对法庭上来交手，到讯后继续来批评。陈时训批评高虹安唔知影家己抄袭，高虹安是反击陈时训是做工者，把内容搬到另外一份文稿，他不可能不知道。北一女、台大、北桃北这么优秀的台湾人才，竟然不知道这个叫抄袭，这是今天攻防的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不知道该叫他是侧翼，还是真的是所谓的这个媒体，就所谓的这个教授好了。其实说真的，他的公信度已经非常的低。另外，伫下晡，法院搁再对高虹安涉贪助理费召开准备庭诉庭。团话已经认罪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慧文、前办公室主任陈焕武，也个前法务助理陈玉凯这3人出庭，要讨论高虹安申请调查证据必要性，并且排定审理的计划。另外，唯拒绝认罪前助理王一文坚持不爱认罪，是安排明年1月出庭。这个案件一审判决结果会有关高虹安市长的职务，伊之前拢主张无做答辩。因为法庭高虹长传出新北市公测会用考绩为理由，爱员工集体请假去旁听，引发争议。常常也会有很多人都很关心我，那甚至在地方上也都有很多人在声援，所以我想也许他们自发性的去想要说，是不是报名看看旁听，能够来了解一下、关心一下现场，做一个声援的动作。高虹安后任党员公测会员工来法庭旁听，强调是员工自发性报名来，表达关心，无下达任何指示甲动员。记者综合报道。东都脑性麻痹障碍者赖宗玉，佮在登记参选台北市树林北投区的立委。这届政见发表会，伊和其他候选人同款，有15分钟通好发表。伊是认为讲，家己讲话速度加上翻译，就要3倍时间。不过台北市选委会说是家拒绝，而且表示讲会当使用科技工具来辅助。下晡伊也去抗议，批评这选委会阻碍脑性麻痹候选人的参选权益。有当到脑性麻痹的赖宗玉是坐电动轮椅，伫其他新众朋友的陪同之下，来到台北市的选委会抗议。今年伊阁一摆来参选立委，针对政见发表时间有15分。顶一届选委会是同意伊出口议员去，而且延长5分。但是这届却认为讲，伊会当用读稿机来读，也是口译，认定伊和其他候选人同款，敢若会当发表15分。
因为公一个地而已。问题是，如果只给我一般人的时间，我所能讲的内容就只有一般人的1/3而已，这样子公平吗？选委会假公平。选委会假公平。大总统认为讲，伊家己的语速加上翻译需要3倍的时间。伊的竞选团队认为台北市选委会伤保守，做法倒退路，顶是干扰嘛障碍者发表政见的权利抬调。其他的团体嘛声援，不满其头色的评定用在新众家家。你会叫一个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跟所有的人一样去跑100米吗？一定是不行的嘛。台北市选委会表示讲，经过委员会充分讨论了后，才决定参考专业的意见，和大中约维持15分的发表时间。诸位科技辅具模拟现场模拟证件发表会的现场，那这个经由这样的操作，也确实能够帮助赖宗义先生呢，清楚的、快速的、完整发表政见。选委会讲参考社福团体的意见，强调讲安尼做才公平的讲法，引起现场的人不满，甲呛讲这是假公平，批评讲是行政便当，而且强调讲辅具是辅助新众者，毋是要取代的。认为讲选委会带头违反身心障碍者的权利公约，实际是脑麻的参选人。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成年礼金会当受益范围搁再扩大咯。今年头一届发放的文化成年礼金1200点，对明年开始会增加16岁到22岁，1月20开始发放。今年头一届发放的文化币推行到大概有半年啊。文化部统计目前有8000个人去领，明年开始会当常态化发放。文化币会当看电影、国片、看表演、买书，还佫社博物馆买文创商品等艺文消费。明年满16岁领文化币了后，会当一直领到22岁，逐年拢会当领，等于是领7届1200点的成年礼金。全台湾市立动物园的保育员，这工课是真危险，人才定定是留袂调，因为薪水当中有危险加急，已经是30年拢无调整咯。最近行政院总算通过加薪，会依照这保育员照顾动物的危险性，调整3000块到5000块，也那这项福利对明年元旦开始实行。保育员当日传点心，有果子、菜色、肉等等方派食物，准备要去饲动物。保育员逐工拢伫动物身边照顾，其实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已经有17档经验的保育员表示，其实因的工作并无遮尔简单，为了照顾动物的日常生活，更要注意因的需求，无小心可能会互攻击。尽量的部分即使是定定，但我药啊，即使我足惊，嘿啊。搭伫个话，无老伙是，我是当然是足幸运啊。啊，老伙的话，我当然是拄好尔。所以这是我照顾新娘来讲，我当然有较危险的部分。会来到公立动物园做保育员，拢是对动物有热情。毋过30档内，因的薪水甲危险职务加级拢无调整过。高雄寿山甲台北白沙2个动物园，2年前共同争取提升危险加级。最近行政院总算通过，台牛会按照保育员所照顾的动物的危险性来分3级，会调升到3000到5000块不等。其中第1级毋那干那大树尔，佫会增加其他有攻击性的动物。大型的是食肉目的动物，像咱老虎、狮啊，还是像咱比较大型的巨猿类，也都纳入在我们第1级的范围。那也从原本的2500，那调涨到了5000。若是对动物无真大兴趣，保育员常常拢会做袂落。寿山动物园主任表示，危险加级是因薪水一部分，透过这摆加薪来勉励辛苦的保育员。记者张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咧台中，有民众甲这奥多摆停伫咧人行道顶头的白色架啊，说互警方开罚单，民众提起行政诉讼。稽发裁罚的机关认为讲，这白色架啊是地下工程施工了后所留落来的，毋是停车架啊。不过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认定，这行政机关有去甲付掉的义务，若准无去甲付掉，民众根本毋知影讲是会当停啊无，落尾是判决讲撤销罚单。奥多摆停伫人行道涂骹有白色架形的线，早前是去年7月30，甲奥多摆停伫个瓦高铁台中站的人行道，后壁所接到警方寄来违规停车的罚单，伊对违规的内容去申诉无过，落尾是提起行政诉讼。我停的那个地方很明显就是有格子在人行道上面，
而且虽然看起来真章旧的啦，可是还是看得出来。先车的时候就发现被开罚单，那当然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不是可以停的地方吗？当来到现场，人行道有设禁止停车的标识，但是高铁台中站迄边的人行道，乌道尾嘛是停满满，涂骹确实有架仔形的线。民众认为讲有的停车架当然会当停，可以停机车的，因为它有画格子啊。是。所以你觉得这边可以停？是。台中警方强调讲，这白色架仔形的线是真正做地下工程楼的，毋是公所画的停车架，才会来检举。另外，人行道即马敢若阁有乌倒摆的停车架，可能阁要阁认定，才会当确定。人行道有设置禁止停车标志啊，让民众停放位置的白色线段系地下强力巨缆工程施作时所造成的白色区块并非乌日区公所划设之真正停车格。不过，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讲，台中市政府发布的顶仔卡人行道停机车的说明表，有人行道停车架画红色的说明，会当知影人行道禁止停乌倒摆嘛有例外的状况。但是真正影响到过路人，嘛是应该互主管单位负责去督销，接办罚单撤销，专人阁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师范大学附近的这店家真济路，阁无改大条，建摆上下课时间，人含车一个坐交通就大拍角。中师大学生会就发起安全步练大游行的活动，希望相关单位重视过路人的安全，建立有限的行路空间，让学生有安全的路通好行。彰师需要人行道，彰师需要人行道，行人安全才会到，行人安全才会到。学生伫校门口大声发出诉求，希望学校附近会当有安全行路的空间。中师大学生会表示，学校附近无人行道，若上下课，学生就需要行伫大路，参起机车抢路行，真危险。现在彰化师范大学前面的人行空间是真的很恐怖。那在这样子容易出事的情况下，我认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居民，他们都有更多行人安全的议题需要被保障。我们甚至去做联署书，去问店家意愿，以及说店家需要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可以达到彰师这边有第一条人行道的出现。根据学生会调查的资料，有9成的师生伫学校附近行路，也是赛车、骑车，感觉无安全，甚至有将近2成的师生捌发生过交通事故。建立人行道对过路人参驾驶来讲，拢是保障。对此，彰化市公所表示，实施人行道牵涉到无同的权责单位，佫需要时间来沟通协调。阮绝对真认同学生的诉求啦吼，但是这个人行道要施设啦吼，这个公权力的实施涉及到一些路权还有建筑法规，所以即马公所绝对愿意甲县府共同来合作。市公所表示，会先办理学校头前车路障碍物的排除，减少违规占用，冒请相关专业顾问公司制作申请计划书，预计明年2月向国土署提出优先行人的相关补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关庙是台南种枣仔的产地之一，今年这枣仔产量尚无减4成。在地农民也讲，今年10月受到这小型风台的扰乱，地区枣仔开花期受到影响。无论什么款的品种，拢同款无花，嘛连带影响到枣仔价销，平英贵是贵1倍。开大片的枣园，大细粒拢无共款，花看起来嫩，真好食款，花煞靠着香。台南关庙种枣仔面积超过50公顷，不过今年产量煞减4成，主要因为受到气候冲击。今年10月份当是开花期，各个风台来扰乱，地势落甲真严重，嘛互农民真无奈。过年前的枣仔期吼，这吼算我今年，因为这当啊新出来枣仔，当啊出来差不多3档尔嘛。算今年上歹，一档课伊的修行，一档一届尔嘛。所以你也无需要等于整个年度的拢无好去啊。10月份的时候，那种花期受台风影响，然后那个收果率不高，所以大概现在收成的话，就大概减少一半。枣仔开花授粉有一定的温度需求，农民表示，伫生降了后，温度降到28度以下，枣仔咧授粉就较不良，内底籽甲果实就生较袂大，甚至佫会吸大粒的养分。今年产量大减少，价销年代嘛对咧起悬，市场的价销平1年
加贵1倍。需求量越高，产量也不达到往年的话只是价格会一直上去。已经也很多年没有在过年前攀上高峰啊！往年是差不多是40块起跳，今年就只要160块起跳。原本年底就好通采收的枣仔，不过即摆时间要撑到正月中才有法度办。买过年有不少人会买果子来送礼，原本是买枣仔的好时机，不过农民讲因品质上赞的早就拢互注文了啊。但是要用枣仔送礼，就要骹手较紧嘞。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第47届金鼎奖伫今举行颁奖典礼，鼓励真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今年也有真侪关注本土的台湾文学作品得奖，亲像盐粉地带文学、白色画商，拢受到肯定。恭喜得奖人！金鼎奖颁特别贡献奖予一生坚信出版本土作品的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金鼎奖是台湾出版社上荣耀的国家奖项，创办到今已经第47届，文化部伫27举办颁奖典礼，鼓励侪侪优秀的出版品和出版社。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表示，前卫出版社经营40多年，特别贡献奖是一个地道的荣耀。社长林文钦悄悄讲，家己到存命，会伫咧本土的路线继续拼落去。一个国家的国力应该是反映伫文化内面顶，我也鼓励咱的国人同胞，你能力范围会使的程度之下，爱来讲咱的台湾话，讲咱的母语，那我都写写咱的台语文，读册咧，读台湾册，大家共同努力。这届得奖的多数出版品，台湾文学有真侪出场的作品，比如和白色恐怖相关的《白色画商》和《火烧岛罗马到15号》。另外，伫咧政府出版品杂志类有深刻台南特色的盐分地带文学，自2005年创刊是全国第一本风土文学杂志，以文学关注在地的环境、人文和产业，这18年来头一届得到金鼎奖的肯定。在这个风土的范畴里面，有的时候甚至作家们都觉得他宁愿上盐分地带文学，也不要上联合文学杂志哈。所以我真的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悲。盐分地带18年，我们成年的这个日子里面，可以得到这个殊荣。那最后我想要引用那个台南的前辈作家叶石涛先生所说的一句话：没有土地哪有文学。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台南这块土地。出版是台湾软实力和文化展现非常重要的产业。文化部长苏铁表示，这几年出版业拄当侪挑战，文化部嘛会思考对各方面来支持。伊指出，文化部对待规划较大，有48%用伫咧买册，比咱们扩大发放来挺台湾出版业。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文化部第47届金鼎奖特别贡献奖颁发予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40年前，伊成立前卫出版社，就是伫咧戒严前后，台湾反对运动正兴的年代，伊拍头阵出版真侪台湾本土意识的册。社长林文钦也是推动台语出版的先锋者。伊讲，伊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出版，予台湾会当培养出属于台湾人的精神甲气质。金笔总部的公文，早金公文。前卫出版社社长林文钦手提当年予警备总部查禁的公文。伊伫1982年成立前卫出版社，当时是戒严前后台湾反对运动正兴的年代。伊出版侪和政治、历史甲台语相关的册，为台湾主体意识拼一条出路。林文钦表示，会予前卫是有左派先锋的印记伫咧。伊讲家己有一个公胆，毋惊予国民党政府查禁。对于反对运动，你行到爱培养台湾意识嘛吼，希望讲若有气力，我就爱尽量来做有关推广台湾本土的这物件。社长林文钦今年要70岁，投入出版业已经有40年的岁月，伊是台语出版的先锋。比论早期有台语研究的王玉蝶专辑、台湾俗谚语典等等。这几年嘛发展翻译文学，像台语版的《小王子》、《傲慢甲偏见》同真抢市。伫咧前卫大10档的主编郑清宏讲，台语册伫市场一直拢真边缘。这届社长会当摕到金鼎奖特别贡献奖，嘛算是为台语册出一口气。社长不管是做人，或者是讲编辑的技巧，其实拢伫咱做工课过程当中拢有真侪看价，所以我认为这其实是对咱本土知识的处理甲编辑的这个技巧是真重要的传承的一个过程。但气质，对包括除了讲人品之外，你伫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修养，对才有法度
表现出你是一个有气质的、优雅的、进步的台湾人，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李文钦真注重台语文的出版品，毋望互大家了解用台语嘛会当讲万事万行。伊嘛讲家己有一个较悬的目标，就是希望咱毋但爱有台湾主体意识，嘛爱培养出台湾精神甲气质，才会拢着有丰富的知识做基础。伊讲前卫出版社嘛一直拢是以这个目标去打拼的。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有一个推广台湾多元文化、正做音乐元素的原声乐团，伫元旦有一场真有台湾味的新年音乐会。因即摆除了参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以外，也特别邀请国外音乐家、指挥家共同演出，要互大家听到台湾音乐的多元。大人拢熟悉的歌谣《草莓啊人家讲》，由来自韩国的洋片音乐家崔那庆带领，参台湾的原声乐团合作演出。I've experienced more Taiwanese music than before, and Taiwanese music is very soulful and a lot of singing quality. 原声乐团今年第6年举办的台湾的声音新年音乐会，也甲朱宗庆打击乐团合作。佮邀请美国回来的指挥家陈美安来指挥，元旦会伫国家音乐厅演出。非常感动，在台湾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做自己引以为傲的音乐，可以用一流的音乐家，让这样子的平台可以为台湾发声。原声乐团即摆的新年音乐会，佮有以台湾知名小说家琼瑶的一作品为主题来编曲演出，呈现出台湾音乐文化的多元丰富。台湾的音乐其实非常的多元哦，除了4大族群之外，其实我们有传统戏曲。对，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流行音乐、电影音乐，哦，甚至是有当然是当代的我们台湾作曲家的创作。好像去年哦，我们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当然是在外国音乐家写台湾的音乐。在之前，我们也有全部台湾100年的电影。原声乐团希望把台湾音乐古典化，提升音乐的展示，也爱甲有台湾味的古典音乐销解予无同国家的听众，用音乐来甲世界交流。记者郭明水台北报道。即马地球的北半球是冬天，真侪旱冰有相关的这个活动正咧进行。最近伫咧北欧的波罗的海就正咧流行破冰船体验，游客毋但会当伫咧甲板顶头看到这破冰开落的过程，也有机会伫咧零下20多度的环境挑战伫冰水内面受水。规身躯包红红，一群人客伫甲板欣赏冰上风光。伫北欧波罗的海上北方，当年有一段时间是冰天雪地。加做各地探险的热门地点，像一日破冰船体验，就吸引真侪观光客。为水电启程，一路航向芬兰，名叫做各地探险家的破冰船，原本是工业用破冰船，内部进行改装了后，增加真侪设备，搁由海华巡防队出身的船长法兰克将导，载游客伫零下20多度的气温之下，探索雪地世界。Yeah, it's a big responsibility, and but that's a part of the game here. That's why we are doing this. It's to take out people and show them how we make ice roads. 也毋过，只敢若伫甲板看风景也无够，想要挑战天寒地冻的滋味，游客也可会当落水游泳。Even people are not considering in the beginning. They think, no, that's not for me. It's too scary, too dangerous, too cold. When they see, the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scary at all. And everyone, you don't have to have swimming skills. You cannot drown in these suits. And they're very warm. 一个两个漂伫水面上，游客穿特殊的救生衫，确保伫冰冷的海水，同款会当更加欢喜佮安全。I loved it. It was everything I hoped it would be in the river. 这座破冰船探险专程有3点钟，计售285块欧元，大约1万台票。看好后疫情旅游时行，破冰船公司预计这个寒天会当吸引至少1.5万名游客。公司新闻纽兰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还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到新竹对17度到22度。
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8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0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今日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